在地人在地前要讲台南的消息，为2006年，也就是18年前，台南甲日本的仙台市结为友谊市了呢，拢伫保持文化甲交流的合作。这摆仙台市政府专工空运10个七色节彩球到台南展出，互民众体验日本东北地区三大祭典的文化风尚。 日本仙台市七色节充满日本风情的盛大祭典，那是日本东北地区三大节之一。祭典规模嘛是全日本上大，因为仙台和台南拢有七色节节和祭典的仪式，所以两市伫咧2006年签署成做友谊城市，对伫保持文化交流和合作。这位仙台市政府空运彩球来到台南，让市民感受到日本的文化。今年会在2024台湾灯会，那这一次也是特别从仙台空运了10颗彩球，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这一场充满七夕风情的展览。 空运来台湾的仙台七色节彩球选择了爱国妇人馆展览，替台南市民带来一场优雅美丽文化盛宴，嘛进一步促进台湾日本之间的友谊合作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